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第35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35节，每一个版本咱伫银幕拢会当看到吼。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着安尼活来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，互人会比对人体较有福气。我搁读一遍。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着安尼着活来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，互人会比对人体较有福气。以上，只是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迦南文化3互人。三甲来祈祷，主必听阮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上帝，你的话常常踮伫阮的身躯边，加做阮的帮站。上帝，你的神亲像保惠师、信心的导师教导阮，互阮注意阮人生应当行的路站。主，阮也伫主你的早时，伫遮组织来靠无上帝你的话，愿上帝你的话，甲上帝你的神充满踮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灵魂通静音，互阮通明白清楚上帝你的旨意。安尼祈祷恳求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安尼姊妹大家平安。好，咱伫迦南文化，好，咱来复习有5个口号口诀，好是真、感、给、和睦、创新。好，真是啥物？真诚，过来感恩、给予、和睦、创新。好，这是咱所咱的兄弟姊妹，踮伫迦南教会的会友，咱当来学习。即种即种5种的文化，真做咱教会的文化。伫咱的真诚内底，好，咱有学习，就是爱强调遮的正直、忠心、诚实，爱准则，好，要对抗是虚假、谄媚、巴结、传舌。好，咱伫顶一届，好，伫7月初3，好嘛学习，咱遮的要强调的就是爱拒绝厌烦、埋怨、选择真心来祝福，爱拒绝负面的思想，选择合上帝旨意的思想。爱拒绝批评的论断，选择正面来宣告；爱拒绝遮的骄傲、操弄；来拒绝谦卑、温柔。这种是咱会当学习。伫顶一届咱的小组长、区长、小组长的训练中间，就来请问咱遮的区长、小组长，讲恁伫昨下拜日听到遮的讲道煞以后，今日其实拜一暗。好，下面你还阁记得什么？好，伊就讲开始咧鸟头门哦，讲开始咧想有啦，阮会记得2只骡犁，好，2只瓜牛，好，搁会记得2个商人，好，拢会记得遮个故事，好，总是嘛有同工分享讲我还是一个真重要，就是爱凡事感谢，好，凡事感谢，因为真侪时阵咱的感谢，好，拢是甲人比较以后，感觉袂歹，才来感谢，若是甲人比较。感觉无遐尔好，吼，就袂记得爱感谢，吼，总是圣经讲爱凡事感谢，吼，爱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爸上帝，吼，咱做讲爱凡事感谢，这是真重要的功课，吼，所以不管咱感觉满意无满意，咱拢爱感谢主，吼，今日咱要学习是即个互人，吼，所以要强调的就是爱关怀，吼，爱互人服侍，爱付出，爱分享。咱要对抗的就是遮个自私冷淡、要求，好，甲遮个自卑，好自卑自怜，好，咱要安怎来学习？好，通过这4点，咱有8个，好，咱有8项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。我用一个故事来开始有一个少年人，伊自细汉就伫教会来长大，然后伊主日学到伊读册毕业做兵，然后开始食头路，等伊食头路以后，伊开始有趁钱，等伊摕到头一份的薪水的时阵，伊做一个决定。如果是你摕到头一份的薪水，你安怎决定？可能有的人想我要来奉献给上帝。伊决定讲有薪水，好，我要来买厝，所以就决定我要来买厝，然后开始来欠钱，欠长内度，开始来买厝，就开始来贷款，伊就开始欠到即个头一款到遐，就贷款来买厝。结果过了几年以后，我遮个厝的贷款开始嘛还甲差不多啊，像安尼差不多，我会使过来安怎买车，厝拢买车无问题，嘛佫开始欠长内度，过来买车，有遮个头期款以后，就开始佫贷款，过来纳遮个车贷款的钱，纳到要差不多啊。
想讲好啊，吼，安尼有厝有车过来咧，娶某，吼，娶某嘛是爱贷款，吼，过来想讲安尼娶某啊，吼，以后吼嘛有囡仔，安尼厝内底爱搁安怎装潢一下，吼，无遮个某囝，吼，困无好势，过来贷款，吼，开始过来，吼，欠长内度，来开始还遮个贷款，迄甲差不多啊，吼，就讲安尼，吼，厝内底安尼差不多啊，爱好好来享受一下。吼，细汉啊，我过来开始来买一寡家具，吼，换遮个被椅啊，弄遮个骹垫啊，吼，厝内底弄甲舒适，吼，然后讲哇，厝遮尔水，我拜一到拜五上班趁钱，吼，加班欠长内度，安尼拜六礼拜踮厝内底嘛爱好好休困一下，但是厝内底安尼爱创啥物，吼，所以就开始过来买电视，吼，买电脑，然后买音响，吼，买游戏机、电动玩具。吼厝内底安尼，哇，就真侪通佚佗的好势的所在。一直到伊年老，吼，伊就安尼一世人就安尼过去。伊一世人就咧无因遮的代志，吼，买厝买车装潢，吼，伊然后到伊年老时阵，伊回想，我敢有互人什物？敢无互人什物？吼，甚至吼连运动爱互上帝，吼，伊嘛拢无摕出来，因为一开始伊就无摕出来。到尾叫伊搁摕出来，伊根本就摕袂出来。所以咱看见即个人的性命是互物件被东西占有，叫物件拥有占掉的性命。伊的一世人就是为着遮个为着遮个物件无闲贷款还钱，搁去贷款，搁去买，搁去还钱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咱咧用物件来疼人，但是有的人却是用人来疼物件。用人的性命来追求，才暂时短暂的物件。所以总是伫另外一个，搁另外一个嘛是青年。伊自细汉时阵嘛共款伫教会，等于伫教会大汉起来，伊共款毕业做兵转来，摕到头一份的薪水。伊讲要奉献互上帝，所以对于头一个月薪水开始就来献互上帝，然后。伊等伊开始奉献了，伊逐个月吼就照期间奉献。所以上帝讲，你的钱财伫倒位，你的心就伫倒位。所以伊的心拢一直踮伫教会，伊无来欠息，吼，拢一直伫教会来出入。所以伊嘛开始来服侍，嘛去互选调执事，然后嘛去互选调做长老。总是伊嘛娶某生囝，伊遮个囡仔嘛对咧伊来教会，专家伫教会服侍。一直到伊经过100年以后，人去看，即个人，伊的囡仔100年以后，伊的囝儿孙拢还阁伫教会，内底阁去甲算，有做牧师的，有做医生的，有做校长的，嘛有做律师的，做法官的，哇，对社会真侪贡献。所以人就去想讲，另外迄个伊细汉的朋友呢，去甲找100年以后，看见伊遮囝儿孙咧创啥？遮个囝儿孙欠钱的、借钱的、离婚的、做歹代志的、去用关的，甚至去问讲：恁知影？你100年前恁的祖先伊捌伫教会咧聚会，你知无？因遮个孙仔拢毋知影。这互咱看见两款无共款的性命，一个是会当互人的，一个是袂当互人的。伊咧用伊的性命咧换遮个物件，到落尾，伊的性命变做空空。虽讲伊有囝有孙，阁有干仔孙，但是遮对伊的孙仔拢无带来利益，无带来帮助。所以咱今日爱真重要，爱合适即个互人，爱互人。我用8个，咱会当互人啥物？我相信真侪人讲着要互人，我无钱啊，我要互人啥物？爱互人物件，爱互人食饭，爱互人亲。但是我想，这拢是较简单的。咱爱合适是，咱会当互人是啥物？有8项，今日咱要三甲来合适。咱对保罗，今日咱所看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，看见保罗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互人的人，甘愿来互人。18节到19节安尼讲，因来了，保罗就对因讲：恁知自我到亚细亚入以来，伫恁的中间安怎做人，服侍主凡事谦逊。流目屎，阁因为犹太人来受到陷害，进入遮个试炼。遮个人是甚物人？
咱知影，若是使徒行传，咱20、20章、19章提出来复习，知影迄阵是保罗第3届传道煞，伊要准备转去耶路撒冷。伊要转去耶路撒冷进前，有先知甲伊预言讲：你即届转去后，阮死会袂我的，你即届转去你忝啊！总是保罗伊甘愿，因为伊知影上帝伫头前咧听候伊，所以伊就超过伊，袂经过以弗所。因我用红色甲考起来，因是啥物人？因就是以弗所的长老，咱也知影保罗伊伫以弗所传福音，是真成功。即个教会到落尾提摩太来看的时阵，已经超过6万人，6万人，伫遐咧礼拜。当然，伊毋是一个真大建筑物，伫遐咧礼拜，因是家庭伫小组，因有6万的会友爱去照顾。因就是即个以弗所教会长老。保罗伊头一个福音的是啥物？就是福音请安。甲互人请安，咱做伙讲一解，互人请安。随望保罗，伊赶紧要转去耶路撒冷，总是伊个吩咐人，你去将这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请来，我要甲因请安，我要甲伊拍招呼，要甲因关心。真侪时阵，咱要出门，赶紧要出门，看到厝边隔壁，咱嘛无甲伊请安，咱就直接就冲出来。也是看到伫路上，看到有人需要帮忙，咱嘛袂记哩无时间停落来咱的脚步，甚至来到教会，咱赶紧要来做礼拜，看到兄弟姊妹，咱嘛无甲伊请安。总是咱会当互人啥物？头一项就是甲伊讲平安，甲伊笑一个，甲伊点头。所以咱即马马上甲你的隔壁请安，讲平安，上帝祝福你。咱就随时会当互人。当咱甲人请安，上帝平安就甲人伫地。咱阁继续看，即当伫真经过遮的保罗甲遮的长老请安煞36节，保罗讲了遮的话，就跪落来，甲因做伙祈祷。众人流目屎，咱保罗的阿妈棍甲伊亲喙。为什么因为安尼做？保罗互因的就是甲人相揽，互人拥抱。拄则咧学到敬拜时阵，咱咧开始，咱拢教会拢平安礼。哇！我就看到咱的李峰兄，伊甲伊隔壁的徐峰长老，因毋是甲握手请安，因是安怎？安尼阁小揽，阁揽一个，哇！感觉安尼真亲切，真好，真温暖。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会当来合适甲人相揽，拥抱。因为即个相揽会当带互咱身心灵拢有祝福。根据科学的调查，咱若甲人相揽的时阵、拥抱的时阵，会当产生一条叫做催产素，催产素。即个分泌呢，会当互咱降低，互咱内底防卫心，互咱内底安尼袂安尼坏，安尼甲人安尼拒绝。相揽，会当互人降低内底惊吓。你若惯势甲人相揽的时阵，你做代志袂惊吓。搁为什么？你会提高对别人的信任，你会较容易相信别人。你袂安尼疑东疑西，疑神弄鬼。然后你甲人的关系会哪来哪好，社交的关系会哪来哪发展，哪来哪发达。这是根据医学因所研究。你若常常甲人相揽的时阵，会当产生即个祝福。所以，因搁打即个叫做抱抱化学物质，抱抱化学物质，咱讲一解。有时阵，咱当甲咱厝内底人抱抱，正如弟兄学长讲，我都常常在家里面家暴，那个暴不是暴力的暴，是抱来抱去的抱。咱就常常抱你的，让你的太太，让你的先生，让你的囡仔，让你的父母。你咱回想一下，咱顶一届去甲人相揽是啥物时阵？莫让伤久，常常有机会甲人相揽。真总是真侪时阵，咱要甲人相揽的时阵，拢等甲要断开啊，等甲伊要临终啊，哇！才开始咱要哭，迄是上无好。咱若是活的时阵，有气力的时阵，甲人抱抱，产生抱抱化学物质，咱会甲人愈来愈好。所以，家己继续讲，咱爱常常甲人相揽。
好，你若欢喜啊，你太太坐伫你身躯边，你即马甲伊揽一个，好，咱来相相相揽，好。歹势啊，莫歹势，好，咱看咱的阿公阿嬷拢真贤相揽。好，这真正爱合适，吼，因为对咱有帮助，咱爱互人相揽。这是头一个，咱爱给互人较侪的关心，较少的自私。第二项，咱爱较侪的服侍，较少的冷淡。第使徒行传的20章，咱看保罗伊安怎来服侍。伊讲：恁拢知影，甲恁有利益的，我无一项稳康无讲的。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伫逐人的厝内底，我拢教示恁，拢教示恁。所以咱保罗互人合适，伊互人啥物？互人学乐。只要对人有利益的，伊拢甲人学乐。吼，伊袂当生，吼，伊袂欠伊的喙，拢会甲人学乐，甲人鼓励。吼，有人做过一个试验，吼，就是将两后的水，吼，即后的水，吼。拢共款的水，即个水就该学了。吼，你是世间上好的水，你上古水、上可爱，你上甜、上甜蜜。吼，啊，即后水就讲你是世界上歹的水，你上讨厌，你上可恶。吼，我上讨厌你。吼，然后即个水就安尼几工以后，摕起来分析，即个用汉镜甲伊显微镜来看，哇，即内底。即后水结晶，吼，结即个彩色，吼，甚至还金色，迄水的内底分子拢结起来，亲像落雪安尼真结晶。即后水呢，袂当结晶，吼，然后落的，吼，拢黑色混浊，吼，黑色混浊，吼，两个对比，哦，差真多。咱拢知影，吼，咱人70%是啥物做？水，吼，咱的身躯70%是水做，所以。一个婴仔生出来，你甲即个婴仔讲，哦，你是世间上古水、上可爱，伊听有无？有，伊内底水听有。吼，啊，一个倒伫病床顶头的病人，你想讲伊是植物人，你甲伊讲，你会好起来。上帝要甲你治定，吼，你会哪来哪勇行？伊听有无？伊身躯内底有水，伊嘛会知影，嘛会吸收。所以伫台北市有一个国小，因看到即个报道以后。因有做实验，摕2碗饭，2碗白饭，吼，一碗饭来讲，你是世界上好食、上香、上赞的白饭，哇，阮足爱你。一碗饭你是世界上讨厌，哦，你有够垃圾，你有够歹过，阮不爱食你。就安尼，逐工拢遮囡仔，逐工来讲遮无共款的话。经过5天，吼，2碗饭拢臭生，总是去看即个臭生顶头生出来即个菇，生菇。即碗饭叫学了生出来是一个绿色、鲜艳绿色，吼，一个霉菌。好，啊，即碗饭生出来是一个暗紫色，吼，深色，吼，两个霉菌的颜色是无共款，共款是白饭，吼，嘛有产生即款的反应。所以咱常常互人学了，常常甲人肯定，吼，伊听无要紧，伊身躯有水分，伊就听有，吼，伊就得到祝福。所以咱爱常常甲人学了，吼，所以。咱即马就拿你隔壁兄弟姊妹家学咯，你是上帝心肝宝贝囝，宝贝囝，宝贝囝。好，咱拢是上帝心肝宝贝囝。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。好，搁甲讲，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。甲人学咯，我相信，伊的身躯就会吸收，会接收，就会得到上帝互咱的祝福。所以保罗讲，对人有利益的，伊一定讲，伊袂囥伫心肝内底，伊一定讲出来。不管伫人的厝内底，伫会堂的中间，伫众人的面头前，照讲。搁一项，保罗互人合适，就是互人祝福，给予祝福哦。第21节伊安尼讲，伊对犹太人、对希腊人证明，着用上帝来悔改，我靠我的主耶稣基督。伊互人的祝福是啥物？就是我靠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有一首诗安尼唱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，就是啥物？这一生上好的祝福是啥物？认捌主耶稣，咱会当互人上大的祝福。好，你会当祝福你的囝，哇，这变做田桥啊，老阿厝几啊栋。将是这敢有诚做伊一生上大的祝福，也是亲像巴菲特哇留遮的股票，也是亲像比尔盖茨留公司，不管是留啥物，但是要留互人上好的祝福，
就是留互伊有主耶稣伫伊生命中间。保罗深深知影这点，所以伊安讲：我着带人，不管你有信主、外邦人、犹太人，不管你对来的人，我拢带你甲上帝悔改。咱拢是罪人，爱甲主悔改，然后来倚靠咱的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互人上好的祝福。咱捌去祝福别人无？咱捌带人悔改无？咱捌带人来倚靠耶稣无？也是拢变做人落来倚靠咱，倚靠教会，倚靠牧师，安尼拢无够野，爱倚靠耶稣。倚靠耶稣是上好的祝福。甲你隔壁兄弟讲，倚靠耶稣。真正倚靠耶稣是上好的祝福。等咱出代志，等咱烦恼的时阵，乱吵的时阵，头一个想到的，毋是叫爸爱爸叫母啊，爸爸妈妈救命啊，牧师啊救命啊，长老啊小组长啊斗相共哦。头一个想到的，主啊耶稣啊救我帮助我，这是一生上大的祝福。好，不管咱去到叨一国，好，牧师会换教会，好，爸爸妈妈会年老会无气力，遮个小组长好，伊嘛会忝，嘛会休困，总是上帝永远甲咱伫咧，这是一生上大的祝福。所以保罗互人的服侍，互人学乐，互人祝福。第三，咱搁看保罗，伊互人付出，伊较少甲人摕，伊拢是付出，较少甲人摕。咱来看24节的所在，伊安怎付出？伊讲：我无掠性命最宝贵，只要行我的路程，完成我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份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。保罗伊所互人的，就是伊的真格性命，伊无掠伊的性命最宝贵，伊会当互人的，就是互人帮助。安怎甲人帮助？就是用伊的性命，伊嘛看做甘愿。总是伫咱遮咱当看见，保罗所互人的帮助是啥物？帮助人得到福音，明白福音恩典，福音的恩典，恩典的福音，去领受迄个恩典的福音。因为有啥物比咱的性命搁较贵重？有啥物比咱的性命搁较价值？只有上帝救赎。因为咱的性命是由上帝救赎所换来，所以只有上帝会当，上帝恩典、上帝福音比咱性命搁较贵重。所以讲，就算我这条命无，但是互人会当得到福音、得到救，我嘛价值，我嘛甘愿。所以帮助要帮助人什么？帮助人得到福音，得到新的性命。所以咱真甘愿，拼性命，咱甘愿去帮助别人。昨咱下昼，到暗时有邀请这个廖明发长老，来甲咱做训练。伊的见证讲袂了，总是伊咧讲起回想，伊安怎又开始来跟对主，就是伫伊拄来教会时阵，伊真爱拍乒乓。拍乒乓的时阵，迄阵囡仔，因厝内底嘛真sad，所以大概要甲因爸爸讨钱哦，拢讨偌济？讨1仙，讨1仙，1仙就是1角，因爸爸会当互伊嘛加1角。所以讨1仙钱就当做收费安尼来用。总是伊拍乒乓拍了真好，所以教会阵拄啊，长老教会要庆祝100年，伫中营来举办即个乒乓的比赛。所以全国即个代表就来参加，伊嘛去互选起来，要对婚林要去台南比赛。总是伊无收费，身躯无底钱，无钱。所以伊足烦恼的，伊要去比赛，去爱坐车，爱搁住，爱搁食，要安怎来用？要安怎？所以着一个长老，伊记得印象足深，一个长老着底钱互伊偌济，50箍，50箍。伊迄阵雄雄带一个，因毋捌对因老爸摕过遮大张的钱，伊讲一世人头一摆摕着遮大张的钱，50箍。这50箍互伊真感动。然后伊去到台南去遐比赛时阵，开阔伊的眼界，开阔伊的境界。伊看见教会遮尔啊兴旺，人遮尔啊多，所以伊也大发热心。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若有一天我会当，我嘛要安尼互人，嘛要安尼来帮助人。毋知影咱捌得到上帝帮助无？
咱捌得到别人的帮赞无？但咱甲人互人甲咱帮赞的时阵，咱的心会感激，咱会搁较欢喜，搁较甘愿互人。咱搁看去保罗有一个互咱当学习的，就是互人赦免。咱所谓讲互人赦免。而且保罗甲这长老安怎讲？讲阮伫你的中间，传讲上帝国的道理，但我嘛知影，对当以后恁袂阁见我的面，所以我今日你来证明，恁中间无论啥物人会死，罪无踮伫我的心上。这是保罗伊知影，伊即便离开以后，就袂敢阁见到这个同工。总是伊甲遮个同工之间的关系，是完完全全，伫上帝面头前是清清楚楚。伫一个教会有两个执事，两个执事为着一届收奉献，记仇记毋着，两个人冤伫遐吵几若年，吵了几若年，即两个执事就拢无交叉，甚至一个阁走去别间教会，伊就为着记仇记毋着伫遐咧吵。两个人无爱让，拢无爱摕，结果其中一个执事，伊就破病，然后送去家父病房，将要过身，迄面，就带另外一个执事去甲伊祈祷，即两个相怨，讲即马，伫上帝面头前，伫即个某物人，已经要断开，你是毋是会当原谅伊、赦免伊，即个人，伊又伫倒伫面床顶头，用伊最后的气力讲，某物人已经做长老，某物长老真歹势，失礼人，甲你回失礼。有一句话讲，人之将死安怎？其言也善。一个人会当苦毒，会当无爱赦免，一直到要临终的时阵，还阁记条条。迄个时阵，伊袂去想着讲，哇，我阁有啥物厝、啥物工课还袂交代，伊敢心内底迄个插。心内底迄个苦毒也拔条条，总是等伊甲人回失礼，讲出来以后，迄暝伊就过身啊，但是我嘛相信，即人伊过身，伊是真平安、安详来过身，伊无阁留即个担当伫世间，嘛无留着即个遗憾伫世间。有一个牧师，伊咧办报道会。伊办报道会时阵就鼓吹讲，兄弟来报道来传福音哦，大家就爱斗阵来哦，伫遐鼓吹。结果报道会迄天，来的人真少，小猫2-3只，所以就草草结束。转去以后，这个牧师真艰苦心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哪会安尼？这个会友拢无来斗相共，拢无爱传。你看，刚好我伫遮。我看我准备离开即个教会，我就准备来盘啊款款的来离开。结果上帝互伊应一句话，讲你为着我真热心，你真愿望恁遮的兄弟来参与。总是我逐工嘛伫办报道会，你敢有来参加？即个人牧师就问上帝啊，你当时逐工办报道会，伊讲我逐工早起，拢咧听候你。来读我的话，听我对你讲的话，我伫遮咧等你，你拢真罕得来，少才来一届。暗时要困之前，我嘛伫遮咧等你，愿望你会当互我得到，对我遮得到安慰，互你得到安息。我嘛伫遮咧等你，你嘛罕得来。这个牧师听了后，感觉真见笑，讲上帝啊，是嘞，我知影，我无应该去论断别人。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。咱若无爱去赦免人，咱伫天顶的爸嘛无爱赦免人。我们若不饶恕人，从我们的心中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但咱无愿意去赦免别人，咱就无即个资格通得到上帝赦免。所以咱互人什么，就是互人赦免。当人做毋对代志，当人行毋对路的时阵，咱当推出来。甲伊原谅，甲伊赦免。虽然心内底真艰苦，心内底真逼迫，总是看着咱伫主的面头前，咱嘛需要赦免，所以咱愿意去赦免。所以咱看去保罗，互人帮赞，阁互人赦免。第四，最后，咱嘛看去保罗的服侍，伊互人分享，较少伫遐来伫遐来化怨叹、化可怜。
28集的所在，咱就会用华语来读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。他用自己血所买来。保罗伊互伊遮的同工长老要换即间教会，伊爱互遮的长老有啥物？互因有机会，给予机会。即届咱的短宣，去到伫婚礼。咱头一届，将这个短宣搁拆做2队，25个人去，搁分做2间教会，2间教会搁爱带国小、国中的学生，所以等因要出去进行，就开始来分配。哇，进两边都要有营长，两边都要有执行官，两边都要有小队服好的队服长，让总务拢来采买，让有主办的人，搁有带领袖的人，哇，开始分以后，每一个人拢有工课，每个人都有工作。但是呢，很多都是第一次。哇，我头一届做这呢，我头一届绩效呢，我头一届来安排人手呢，唔知会后尾。但是这就是一个机会。结果无拄想到讲，昨拜六礼拜，哇，20几个人出去啊，才就减20几个人来服侍。所以要带歌的人，要带交替的人，要翕相的人嘛减。要安怎？机会又来了。就去找人某物人，你会当来训练来带歌无？你会当来做交替无？你会当来做什么无？哇！结果机会来了之后，这人做了后，感觉其实没有所想的那么困难，其实没有所想那么困难。所以等咱欠缺的时阵，等咱无够也的时阵，就是一个上好的机会。缺乏就是最好的机会，甲你隔壁人讲。等咱无够遐的时阵上帝欠工人，这就是上好的机会。咱即摆有欠工人无？有，欠偌济？真济咱愿意来做做工无？咱愿意无？伫咱顶礼拜，咱的英文营办伫头小甲大有国中，招300几个学生，其中到礼拜是第4天，决志220个，220个。因拢伫纸的顶头写我要信耶稣，背面搁写因的名，然后因的电话。哇，感谢主，200几个要信耶稣，安尼教会就复兴啊，是毋是？袂，因为工人无够，这200几个谁要带因来做礼拜？谁要来关心因的家庭？谁要带因来认捌主？因随望因认捌耶稣，总是。无工人会当带因进入到教会，无教业的工人会当带因来分享主的道理，所以欠缺就是上好的机会。所以咱就需要搁来想，要安怎来找搁较侪人来关心这已经决意要信主这的学生。所以咱真正需要来祈祷，需要祈祷。咱会当互人信任，咱家己本身会当互人机会无？会当互人有机会来做无？最后，保罗嘛互伊的同工，互因相信、信任，给予信任。保罗安怎讲？当我甲恁交托上帝，甲伊恩典的道，这个道会当起着恁，叫恁甲一切诚信的人，当得到产业。上帝。保罗伊对遮个同工的信用、信任是出于伊对上帝的信任，伊相信上帝，所以伊相信遮个同工。真侪时阵，咱袂当相信别人，袂当相信家己囡仔。你即马伫对，紧转来啊！外口有危险哦！你伫外口有食饭无？暗时困有觉被无？伊甚至出国，哇！你伫遐有乌白来无？你会当相信伊，也是有真侪的烦恼，真侪惊吓，真侪挂虑。保罗伫遮讲，伊安怎来相信伊即个6万几人的教会，等伊转去耶路撒冷，这教会袂散去，这个同工会继续翻起来，就是因为伊相信上帝。当咱相信上帝，咱就毋惊咱的囡仔，咱的小组。咱的同工，咱的事业，
咱的工课会无去，因为上帝拢替咱固守。所以诗篇讲，城池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固守的人就空空着活。城墙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固守的人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活。城池毋是耶和华看过，则看过的人就空空紧醒。是因为有上帝伫遐来看顾，有上帝伫遐来甲咱固守。安怎固守？后壁佫讲用伊恩典的道、恩惠的道。这个道，毋是讲道理，是 word， 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你要安怎来相信你的囡仔？伫外口袂学袂来。你要安怎相信你的囡仔？考调大学，去到中部，去到南部，伊袂放弃。你爱伫伊的生命中间爱起造。起造什么？起造什么？起造上帝的话。人讲起造上帝的话。你的毋望你的囡仔，伊会平安大汉，伊会永远伫上帝面头前，伊心内底爱有上帝的话。若无上帝的话，伊出去外口，连面着玲珑西，去互带去，去互拐去，去互牵去，总是有上帝的话伫个内底。人安怎牵就牵袂去，因为已经有根基徛在个定调的。所以咱来看，保罗伊互人的这8项，真正拢是咱每一个人会当互别人。咱并无需要开钱，并无需要搁开任何的收费，就会当来做。所以结论来看，保罗讲：我凡事甲恁做模样。33讲，伊毋捌贪心一个人伊的钱财。34伊讲，伊的双手常常互别人，甲同工的需要，温群做工。35伊搁伫逐项事的顶头留落来模样，叫人着爱安尼温群做工，因为耶稣会讲，互人的比对人体的较有福气。伫即个所在，咱会当来看见讲，咱要做模样，爱安怎做模样？爱伫逐项的事做模样。咱是真侪人做父母，咱的信用留互囝儿一个模样我的爸爸妈妈礼拜一定拢会到教会，但是除了即项就无别项。但是你还搁伫别项的事，我的爸爸妈妈逐个月一定会奉献互上帝，这就留落来一个模样。我的爸爸妈妈拢会参加祈祷会，就留落来一个模样。我的父母拢会参加小组，会参与伫服侍。我的父母会甲人来讲见证，会甲人来传福音，这就留落来一个模样。咱的模样不是干留一项，要在各种的事上留下榜样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，在各种事上留下榜样。咱所留落来模样，毋通干留一项，逐项伫外口、伫上班的所在、伫教会、伫厝内底，都拢爱留模样，互人会看见。路加福音耶稣安尼讲，第12章安尼讲，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佮安尼讲，有诶，佮要互伊；无有诶，连伊家己所有诶，拢要甲伊摕去。咱若有，是因为上帝互咱，上帝所赏赐的，咱就爱甲人来分享。真侪时阵，咱摕袂出来，无爱互人，是因为咱内底有一个惊吓，内底佫有一个善巧，一个贫穷的思想。我若互伊，我毋就无啊。其实上帝无这种贫穷的思想，上帝爱咱的是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。而且还要用十足的生动，用这个道，是足足的道，而这个道连摇带按，爱个甜，爱个油，什么意思？咱若是用这个道来吸这个米，但吸起来时阵，咱拢安怎？油油的，为什么油油的？这个米会个顶落，顶头个会当个会使个兑个较侪的米，这个米安尼油油无够，爱个搭滴落去。订肉订菜，会当佫倒佫较侪。上帝要互咱是安尼连摇带按，然后佫拼落来，上尖下流，
安顶头尖尖一直流落来到下骹。上帝要互咱的是遮尔啊侪，但是咱会当互人的一丝丝啊，咱若摕袂出来时阵，咱内底有一个贫穷的灵，有一个贫穷的心态，不愿意给。所以咱来复习这8项，咱们拢爱互人的。第一个要给予什么？第二给予，第三给予，第四，第五要给予，第六给予，第七给予，最后还要给予。这8项，好，咱会当来思考，咱是不是好有做流落的模样，互人看见，咱会当来评估咱家己。然后，咱对上帝所领受的，上帝捌甲咱请安过无？上帝捌甲咱揽过无？上帝有甲你学乐，有甲你祝福无？上帝有甲你斗相共，有甲你赦免无？上帝有互你机会，上帝有甲你信任无？你若感觉 yes， 安尼你就爱互人，因为已经上帝互你啊，你嘛会使互别人。但咱互别人，咱伫即礼拜小组来分享，咱互别人，上帝是毋是搁较侪连摇带按、上尖下流，变互人，好，甚至是无处可容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将你上宝贵的性命，将你上宝贵的圣囝耶稣，拢赏赐互阮，拢变互阮。你无为着阮留一项家己无互阮的，主，阮捌领受你的恩惠，阮拢领受上帝你的恩典，阮也爱做一个互人的人。主啊，愿上帝赏赐阮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随时刻刻拢会当甲人来分享，互人学乐，互人祝福，互人赦免，互人机会，互人信任，互人恩典上帝的福音。愿主你帮助阮，成做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。这时阵，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新的诫命，三甲来祈祷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心。阿们。